迪士尼香港有3間酒店，前往嘅方法好簡單，就係坐地鐵，然之後轉佢哋嘅穿梭巴士，最後就去到今次我哋要住嘅好萊塢酒店。復活節嚟到，櫃台都好多人，不過服務都唔錯。知道我人生日，立即贈送咗一個胸口嘅襟章，同埋咧亦都話俾我哋聽個 package 咧有2張提早入園證。今次住嘅係米奇與好友嘅海景客房，佢係酒店入邊嘅最高級房種，有2張舒服嘅大床。背景嘅米奇非常之有特色。海景房可以睇到星光大道同埋泳池同埋嗰啲棕櫚樹，真係覺得自己好似去到加州一樣。如果唔係遠處嘅香港景色，真係唔知道，以為你自己真係去咗美國。酒店行呢個簡約嘅路線，床頭有電源同埋充電插口，床對住咗就係台同埋電視機，迷你吧就喺入口嘅右邊，嗰度有一部熱水機可以煲熱水。至於洗手間就係單洗手盆，廁所同埋浴室合一嘅設計。提一提大家，而家已經停止供應一次性使用嘅牙膏同埋牙刷，不過大家自己可以去買，40蚊一份，包裝袋都幾靚。酒店有靚嘅泳池，亦都有受歡迎嘅遊戲室，入邊有好多免費嘅遊戲，大人細路都玩得好開心。另外3間酒店嘅設施可以共用，可以行過去隔離迪士尼使用佢嘅健身室。總嘅嚟講，好萊塢酒店將呢個電影主題同埋舒適住宿結合得好好，房間充滿米奇元素同埋風景宜人，迪士尼迷一定要嚟住一住。